对70开始开放65岁以上民众会当去做 AZ 疫苗，这2天因为本土病例一直增加，病院拢出现真侪人讲要来自费做疫苗。其中，伫咧新地的部分就传出讲，各行园区的厂商希望员工赶紧来做，互本地自费的人数一声增加袂少。一透早要做疫苗的人，就排队咧等啊。随这2天肺炎本土案例增加，要来做疫苗的人数连年增加袂少。当然很恐怖，很恐怖。所以特地来打疫苗。对，是的。打疫苗比较有保障啊。今天如果人数已经达到我们的那个控管的数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预约明天的时间或者后天的时间，甚至更后面的时间。那每一天的那个人数都是满额的情况这样子。那目前预约到什么时候？现在预约的时间大概是在满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是在下礼拜3了。根据统计，全国11号当日注疫苗的人数已经破11000人，还有真侪民众按算家己自费注 A 类疫苗，这边好病院这2天比过去加较无用。其实可以看一下现场，现场的话，其实民众都还蛮踊跃的，因为我们现在预计是10点开始施打，那民众其实陆陆续续也都有报道的一个情形。医生提醒民众，注过疫苗了后，需要现场观察30分钟，随后几天内有可能会发生包括发烧、人痠以及头壳痛等等的状况。一般这款镜头几天内就会无去，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来做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